花莲台东的田林哦，常常出现野生动物，有农民在并田，结果并出一粒石头啊，也毋过真足看，说有得当哦，结果是一只龟。农民赶紧送去互保育团体，保育团体是发现讲，这是一只特别绝种以及保育类的茶瓜龟，所以今仔就赶紧送去互台东县的农业处。这只龟红送去台东县政府头甲骹拢揪伫龟壳内底，外观看较袂出来是倒一种龟。听后头伸出来，目睭后边有一条黄色的线，喙角翘翘，看起来敢若伫笑食古锥。经过辨识是台湾原生的茶冠龟，也是公告面临绝种的以及保育类野生动物。车衫有农民伫田里边土创的时阵，互一个农民发现，捡起来交互保育团体，车时再起再个交由台东县政府保护。他可能就看到一块有点像黑色石头在动，然后就捞起来，就发现结果是一级保育类柴棺龟。那它跟水田的关系应该是很深的，因为在池上或中国地区有好几笔记录都是在水田发现它。县政府表示，会交予野湾动物救伤中心健康检查了后，再个找适当的生态地野放。茶冠龟国叫美龟，甲钓船有真大关系，因为因介意伫浅水环境食食生态，毋过无细致就会去互种植外机器拍着伤。县政府呼吁农民，若发现因，爱赶紧通报县政府保育科。尤其我们台东这边，不管是是最大的稻米的产地哈，那如果在整地的过程当中有发现相关的乌龟，不管是这个柴棺龟或是食蛇龟等等的这些保育类动物的话，可以直接拨打电话1999。茶冠龟因为生态地破坏，野外数量真少，真珍贵。农业处讲，若做捡到保育类的龟，千万毋通私下买卖饲养，依照野保法的规定，相当会当处5年以下有期徒刑，并科150万以下罚金。记者综合报道。